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我嘅頻道。今日同大家分享一個好實用嘅主題：九型人格。你有冇試過唔明點解自己成日做某啲決定，或者唔明點解身邊嘅人同你諗法咁唔同？其實呢啲都同我哋嘅性格類型有好大關係。九型人格係一套源自古老中亞地區嘅智慧，後來由蘇菲教派傳承，再結合現代心理學，發展成為今日我哋認識嘅性格分析工具。史丹福大學商學院甚至將佢列為必修課程，唔少全球500強企業都用佢嚟培訓員工、建立團隊。今日我會用大概15分鐘，同你詳盡拆解九型人格嘅每一種性格，等你更加了解自己，亦都更懂得同唔同人相處。第一部分，九型人格基本概念。咩係九型人格？九型人格按照人嘅思維模式、情緒反應同行為特徵，將人分為9種基本類型。每一種類型都有佢獨特嘅世界觀、核心價值同內在動機。最重要嘅係，九型人格冇分好壞，每一型都有佢嘅優點同缺點。我哋每個人天生就傾向其中一型，呢個基本人格形態係唔會改變嘅，但會因為成長環境同生活經驗而有不同程度嘅健康或唔健康表現。3個智慧中心。九型人格將9種性格分成3個組別，分別對應人嘅3個智慧中心。1. 心區2、3、4號情感中心，關注人際關係同認同。2. 腦區5、6、7號思考中心，關注安全感同知識。3. 腹區8、9、1號本能中心，關注直覺同行動。了解完基本概念，我哋逐個類型詳細睇下。第2部分，9種人格詳盡分析。心區情感中心，關注人際關係同認同。2號給予者助人型核心特質。2號性格者渴望被愛、被需要，佢哋通過幫助他人嚟獲得認同同安全感。佢哋有一套靈敏嘅雷達系統，能夠迅速察覺別人嘅情緒同需要。慾望與恐懼。基本慾望感受愛嘅存在，被人需要；基本恐懼唔被愛、唔被需要、被人拒絕。主要特徵：慷慨大方、熱情無私，特別關注弱者，好在意別人嘅感情同需要，成日忽略自己，希望成為他人生命中重要嘅部分。如果付出冇被發現或認可，會感到好大打擊。名人例子：麥當娜被認為係2號性格，佢不斷求新求變，要求獲得他人嘅好感和認同。健康狀態：真正嘅利他主義者能夠無條件付出；唔健康狀態：操控性強，對人有過分要求，用付出嚟換取控制。3號實幹者成就型核心特質。3號性格者認為成就等於價值，佢哋細細個就靠出色表現嚟贏得愛同認可，屋企堆滿獎狀，父母只問表現得幾好，而唔係今日過得點。慾望與恐懼。基本慾望，感覺自己有價值，被接受。基本恐懼，冇成就，冇價值，被人當係失敗者。主要特徵：強烈好勝心，成日同人比較，目標為本，一切以結果為導向，注重形象，工作狂，怕表達內心感受，有變色龍性質，能夠扮演任何被社會認可嘅形象。名人例子：美國前總統甘迺迪係典型3號，佢嘅名言：不要問國家能為你做咩，問你能為國家做咩，充分體現成就導向。健康狀態：才華洋溢，令人敬佩，能夠激勵他人。唔健康狀態：為成功不擇手段，走捷徑，完全同內心情感隔離。4號悲情浪漫者，自我型核心特質。4號性格者細個可能有被拋棄嘅經歷，畢生追尋一個真正懂佢嘅人。佢哋覺得自己獨特，渴望被人欣賞呢份獨特性。慾望與恐懼。基本慾望，尋找自我，喺內在經驗中找到自我認同。基本恐懼，冇獨特身份，被人拒絕、平庸。主要特徵：情緒化，追求浪漫，覺得別人唔明白自己，多愁善感，想象力豐富，充滿藝術氣質。認為人生充滿缺陷，內心常帶憂鬱，對美感敏銳，衣著同環境佈置都顯出獨特性。名人例子：好多詩人都屬於4號，佢哋容易被不切實際嘅幻想吸引，敏感且具藝術氣質。健康狀態：愛反省，有藝術才能，能夠將直覺同創造力帶入工作。唔健康狀態：情緒變化無常，對批評過度敏感，自我沉溺，腦區思考中心關注安全感同知識。5號觀察者理智型
核心特質5號性格者透過獲取知識嚟建立安全感，佢哋覺得只要了解晒成件事嘅脈絡同原理，先敢行動。慾望與恐懼，基本慾望，能幹，知識豐富，基本恐懼，無知，無能，被世界吞噬。主要特徵，冷眼看世界，抽離情感，喜歡思考分析，需要大量私人空間同高度私隱，對物質生活要求唔高，中意精神生活，唔善表達內心感受，俾人感覺冷漠疏離。名人例子，佛陀喺菩提樹下苦思冥想，7日7夜終悟道成佛，體現觀察者特質，健康狀態，有遠見，能夠將全新理念帶入工作，係專業領域先鋒。唔健康狀態，傲慢，唔同人溝通，沉迷思想鬥爭，行動力弱。6號懷疑論者，忠誠型，核心特質。6號性格者細個可能失去對權威嘅信任，深知權力嘅可怕，佢哋對別人動機充滿懷疑，卻又渴望投靠有力權威，充滿矛盾。慾望與恐懼，基本慾望得到支援及安全感，基本恐懼冇支援冇指引，被人襲擊。主要特徵，做事小心謹慎，唔輕易相信人，多疑慮，喜歡群體生活，為人盡心盡力，既相信權威又容易反權威，凡事作最壞打算，比較悲觀。名人例子，福爾摩斯憑大膽懷疑精神成為完美偵探，係6號典型。健康狀態，有信心，獨立，有勇氣，能夠帶領團隊回歸根本價值。唔健康狀態，優柔寡斷，過分謹慎，面對異己時陷入強忍或攻擊嘅矛盾。7號享樂主義者，活躍型，核心特質。7號性格者係長唔大嘅小飛俠，向往無憂無慮，每日派對般嘅歡樂生活。佢哋內心有虛空感，尤其係獨處嗰陣，所以用追求新鮮感嚟逃避痛苦。慾望與恐懼，基本慾望，追求快樂、滿足、得償如願，基本恐懼，被困喺痛苦中，被剝削、沉悶。主要特徵，樂觀、精力充沛、貪新鮮，5時花、6時變，唔中意承受壓力，怕負面情緒，多才多藝，對玩樂嘅事特別熟悉。生活哲學，最緊要玩得開心。名人例子，童話中嘅小飛俠彼得潘係7號代表，愛好冒險，希望擁有多種選擇，總係處於情緒高潮。健康狀態，能夠將樂觀同創造力帶入工作，做事效率高。唔健康狀態，注意力分散，能量唔集中，好多工作半途而廢。福區，本能中心，關注直覺同行動。8號保護者，領袖型，核心特質。8號性格者童年可能充滿殘酷鬥爭，因此學會要壯大自己，先發制人。佢哋追求權力，討厭被控制，更討厭被人睇死。慾望與恐懼，基本慾望，自己話事，掌控環境。基本恐懼，被人控制，被人傷害，變得軟弱。主要特徵，自信，有權威，果斷，同時倔強，有對抗性，為受壓迫者挺身而出，有正義感。行動派，一有問題即刻解決，說話大聲，有威嚴，唔中意兜圈。名人例子，英國亨利8世為婚姻問題敢與羅馬教廷決裂，體現8號敢作敢為特質。健康狀態，能夠用力量保護他人，豪邁磊落。唔健康狀態，威脅他人，按自己方式行事，樹立不必要敵人，過度控制。9號調停者，和平型，核心特質。9號性格者細個可能係被忽視嘅孩子，學會忘記自己，知足常樂。佢哋追求內心寧靜，規避矛盾衝突，係團隊中嘅和事佬。慾望與恐懼，基本慾望，保持內心平靜，環境和諧。基本恐懼，衝突、分裂，被人遺忘。主要特徵，能夠體會對方嘅想法同感覺，支持、包容他人，謙卑、隨和。最怕衝突，會放棄自己觀點去接受他人，容易拖延，唔敢為自己發聲。名人例子，林肯被認為具9號特質，能夠喺南北戰爭中協調各方，保持國家統一。健康狀態，能夠協調差異，創造穩定又有活力嘅環境。唔健康狀態，工作效率低，固執疏忽，用被動抵抗嚟應付壓力。1號完美主義者，核心特質。1號性格者細個就知道要循規蹈矩，承擔責任。佢哋記得因為做錯事而被批評嘅痛苦，因此嚴格監督自己。慾望與恐懼，
基本慾望，希望自己係啱嘅、好嘅、有誠信；基本恐懼，自己係錯嘅、唔好嘅、腐敗嘅。主要特徵，非黑即白，對自己同別人要求極高，勤勞工作，有正義感，完全獨立，成日講應該同唔應該，感情世界薄弱，壓抑自己快樂。名人例子，美國禮儀專家埃米莉波斯特係典型一號，對自己同他人都有極高要求。健康狀態，能夠做正確判斷，明智選擇，係負責任嘅人。唔健康狀態，過度批評，無論大小事都插手，令人喪氣。第三部分，總結與應用9型人格嘅核心智慧。認識9型人格，最重要係明白每一種性格都有佢嘅盲點同局限。我哋往往只係從自己嘅框架去理解世界，但9型人格教我哋走出自己固有觀念，去感受他人思想，點樣應用喺生活。1. 自我成長，了解自己嘅性格傾向，知道邊啲係優點，邊啲係需要改善嘅盲點。2. 改善關係，明白身邊人嘅性格，學懂用佢哋嘅語言溝通，減少誤解。3. 團隊合作，喺工作中唔同事型可以互補不足，建立高效團隊。重要提醒：9型人格唔係標籤，而係幫助了解自己嘅工具。每個人都有多面向，你可能同時有唔同類型嘅特質。最重要唔係到自己係邊型，而係透過呢個過程更了解自己，接納自己。結語，希望今日嘅分享幫到你更了解9型人格。如果你想知道自己係邊一型，可以去做下網上嘅9型人格測試，或者睇多啲相關書籍深入了解。你覺得自己最似邊一型？歡迎留言同我分享。鍾意呢條片嘅話，記得 like、subscribe， 仲有撳埋個鐘仔，咁就唔會錯過我下次嘅分享。多謝你嘅收睇，我哋下次見。